那我们今天是轮到那个第3讲师要来给我们慈悲伦理选读2，因为伦理呢，我们从国中的时候就有在学习了，就有在背的结果大家都没有把它用在这个生活当中，因为人家说半部伦理可以定江山嘛，所以伦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伦理也是我们修身立德很好的这个典范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邀请那个第3讲师来给我们讲解伦理选读好，那我们现在就欢迎那个第3讲师来给我们慈悲感恩。或许刚刚没有开班大众请起立在鞠躬，三鞠躬，坤道欲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那我们今天就是轮到那个第3讲师要来给我们讲解伦理，那我们现在就欢迎第3讲师喂，好，集团师领任、副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大家晚安。讲师晚安。首先，后学要感谢天恩师的祖师弘慈、师尊师母2位老大人大慈大悲，心意和饶前人5大牺牲，成道一手大仙周前人以及各位典传师、各位前苦心栽培，后学才能够有这一次跟各位前共参圣礼的机会。在开始进入就是主题之前，后学想要先来分享一个小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于佛陀跟他的弟子难陀的故事。有一天呢，佛陀发现他的弟子难陀常常跟一些酒肉朋友在一起，无形之中呢，就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性。佛陀呢，常常告诉难陀说难陀你要远离这些朋友可是难陀就觉得说他听不进去佛陀这一些话，还是一样呢跟他那些酒肉朋友厮混。这时佛陀就想说，假设难陀再继续跟他们在一起，将来一定会受到污染，成为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坏人。所以有一天呢，他就约难陀说，我今天要去迦毗，就是他们的一个城，他就约难陀一起去。当他们2个进城的时候呢，佛陀看到路边有一间卖鱼的店，他就跟难陀说，难陀你现在到鱼店里面呢，用你的右手去拿铺在那个鱼下面的茅草出来。那难陀呢就听了佛陀的话，进去店里面，然后抓了一把就是茅草出来之后，然后佛陀请他把茅草放在地上，然后闻一下他自己的右手是什么味道。那难陀呢把茅草放在地上，然后闻一下自己的手之后，就马上就说，我的右手变好臭。佛陀呢就告诉难陀说，是人如果常常跟有就是恶人在一起，就像你的右手会沾染有臭气的茅草一样，虽然你已经放下臭的茅草了，但手上也已经沾染了臭气。你跟酒肉朋友在一起，也许现在还没有染上喝酒还有为非作歹的行为，可是不良的习惯呢，却已经沾染到你的身上，但是你自己还不知道。接下来呢，他们又往前走，那佛陀呢又跟难陀说，前面呢有一家卖香的店，他就跟难陀说，那你现在呢就去香店，用你的左手去拿一张包过香的纸。那难陀呢就去店里面跟老板讨了一张包过香的纸，然后
佛陀就一样跟他说，好，那你现在呢就可以把你左手的那一张纸放下来，顺便闻一下是什么样的味道。那难陀就说，佛陀，我的左手现在很香。那佛陀就跟他说，人如果常常跟善知识在一起，就像你的左手呢感染了有香气的纸，现在你放下了这张纸，可是你的手上也沾染了这样的香气。所以如果常常跟善人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忠厚贤良、宽容忍辱，还有慈悲喜舍，久而久之也会受到影响，成为一个忠厚贤良、宽容忍辱，还有慈悲喜舍的大善知识。佛陀又跟难陀说，习惯是养成的，如果我们跟恶人交往，除了花天酒地、为非作歹，没什么好做的，无形之中还会让自己沾染不良的恶习，渐渐呢就步入黑暗跟罪恶。然而，如果我们跟善知识交往，就是做一些慈悲喜舍的事，无形之中让我们感染美德，种下善良的种子。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懂得选择环境。那佛堂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个故事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我们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会影响到自己。然后也有一句俗语说，学好3年不足，学坏1日有余。所以我们要谨慎的选择自己的环境。那在济公活佛的持续流转经单里面呢，他就是有提到我们最常听到的3不离：不离道场，不离经典，不离善知识。其实也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环境会影响我们。再来的话，这边要跟各位前贤分享，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论语》。那关于就是读经这一块，老师有跟我们慈悲说，读经读心，读懂圣人之明训，读出圣人之精神，行出圣人之智慧。读者能知行合一，必可达古圣之治也，亦必明己心之真心也。故读经者，必先读己之心，行举合道，非表象浅说，非声势造作，时时合天，力行圣智矣。济公老师要跟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多看善书，多看圣贤的典范，这样可以引导我们的理念走向正确的道路。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论语》，先佛也有批训说，它是救世的宝发，重整纲轮的经纬，自信真善美的范本，恶是横流的不倒翁。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这条路在走，方向要正确。因为人生就是走人生这条路，不怕我们就是走得慢，也不怕我们学得慢，只怕我们方向错误。那在这边后续要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大家都很流行路跑嘛，那在英国就有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那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天英国的某个小镇，它也是举办了马拉松。那好巧不巧的是，跑在第1、2位的人跑过去之后呢，结果第3位跑者呢，顺序3的人他看错了那个指标，所以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跑，结果后面的人呢就全部都跟这个第3顺位的人一起跑，以至于呢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除了第1、2名之外，其他的4997个人都失去了比赛的资格，因为他们呢没有跑完全程。其实这个听起来呢，我们会觉得很好笑，那不过我们就会把它当成像一个故事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这是我们的人生呢，当我们人生呢在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走了一辈子的路，方向都是不对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在道场研读圣人的圣训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论语》，或许都会把它当成我们就像一个马拉松的跑者，而这个《论语》呢，它就像我们研读的指标，告诉我们说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跑才是正确的，才会让我们不至于在人生很多的选择当中迷失自己，然后甚至跑错方向。
这一次呢，后学要跟各位浅就是，好，这边呢后学想要先分享后学很喜欢的这一段诗词，这是刘伯温写的。他是说善事轻松恶事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如一日浓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常做好事，或者是也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来到场学习，看起来不如我们去做休闲娱乐唱歌啊、吃喝玩乐来的吸引人。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我放假的时候呢，就想要去玩啊，或许也觉得说，当然我们有时候是必须要有休闲，可是这个比重或者是顺序的拿捏，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但是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休闲娱乐是远胜于说来佛堂坐着听课当志工来的有趣。所以他就是说，看看眼前不如他，好像如果做选择的话，大家都想要去玩啊，去唱歌，下班的时候想要去唱个歌，或者是聚餐之类的。那有如一日浓霜降，就好比说我们人生会遇到困难跟挫折，如果我们平常除了上班以外的，后学这么说，其实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的重点，最重要的这段时间就是在于我们下班的时间。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那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用8到9个小时是在工作。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可是我们唯一要跟别人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下班时间。我们下班之后到我们睡觉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用它来做什么？那我们未来就会成就什么？如果我下班之后我就好想去放松，我就跟我同事去吃饭，然后去聊天，然后去喝酒，也没有不行，但只是说有如一日浓霜降。当我们今天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在练习，所以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见青松不见花，那这个时候呢，就只剩下说，除了我们平常有备而来，我有在学习，我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解决？帮助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帮我们，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去面对。所以后学很喜欢这一句话，也常常拿来勉励自己说，佛堂就像我们一个很好的人生练习很多习题的地方。讲师呢也会常常提供很多的答案，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经典上面找答案。所以今天呢，后学要跟各位浅分享《论语》，后学是着重在于君子行仪。因为我们在《论语》里面呢，常常会听到君子跟小人两者的比对。那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知道君子跟小人是什么样子呢？君子这个名词呢，它其实是由君之子，也就是国君的儿子，再演变为君主的臣子。在当时候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广义来说，就是所谓你要被称为君子，是要有受过教育、有品味文化，并且修养崇高的人。那什么又是小人呢？小人可能跟我们现在有时候一般的认知，我们有时候会说，他这个假设冯迪山好小人哦，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小人意思有可能是心机很重，在背后算计别人，这个叫小人。不过在当时候孔子那个时代，这样的背景，他其实是说小人是指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并没有办法接受教育。所以我们在看古装剧里面的时候，都很常看到说，大人冤枉啊，小人是无辜的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没有受过教育的平头百姓，都会称自己叫小人。而在《论语》里面呢，孔子呢，君子可以说是孔子他一个理想的人格。除了说他本身有抱负跟理想，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他说的事情呢去落实，然后实践在自己的生活中。所以对于孔子来说，你有学问、有知识、生活水准高，并不能够代表你就是一位君子，而是说我们的心态还有人格的修养。这边后学就要提一下，
去年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钱钱还记不记得，就是某一间日式料理店，他说呢，如果你的名字里面呢有鲑鱼2个字，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吃他的寿司吃到饱。所以因此呢，台湾有非常多的人呢，就因此去改了名字，改自己的名字叫，就是譬如说后学改名之后，可能就叫风鲑鱼，然后就可以进去里面吃。对，那这件事情呢，后学呢就有跟林任，还有跟自己的弟弟讨论说，今天如果是你，你会去做这一件事情吗？后学相信在我们佛堂里面，大家一定，大家不会去选择要改名字叫鲑鱼，然后就是去吃东西。可是，在外面呢，其实，既然有人会去改，那就表示有许多人觉得这件事情是再正常不过的。既然你已经提出这个优惠了嘛，那我有何不可？好，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网络购物非常的方便，那常常呢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卖家不小心把商品的价钱呢标错价，好比说蛋挞，去年就发生一件蛋挞的事情，就是蛋挞一个大概就45元差不多，可是卖家他可能打了45，可是他没有发现他5没有打，所以就打了一个4，以至于呢造成大家疯狂的抢购。那最后呢，就卖家也寄出说，好啦，我不要出这么多蛋挞给你们，我就发一些就是折价券，还是一些抵用券，让你们就是作为补偿。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有就是在火车站也有讨论说，如果是你会坚持说，谁叫你自己要打4块钱，所以我们才去下标，还是我们可以有同理心？今天如果我们是卖家的话，我们会不会就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我如果要出别人下单的这样的蛋挞，这一次真的就是血本无归了。所以其实透过这2件事情呢，就是会让我们从生活中的小事情去思考说，我今天如果有在学习，有在修行，那我们跟时下的一些年轻人的想法究竟有哪里不一样？就像我们知道陈树菊女士还有庄珠玉女女士，这个庄珠玉女士就是在高雄，然后她就是都卖10块的便当，就是用了自己的积蓄，然后因为她体恤就是浙江的人，就是收入不多，所以呢，她就是便当都是10块钱。那这样子的对比之下呢，就会让我们后学就是也会借着这个事情，然后跟自己的小孩思考，后学会问自己的小孩说，如果是你想要当什么样的人？其实古往今来有很多圣哲的言行，包括我们的和老前人还有陈前人。后学相信，如果让在座的大家选择，我们都愿意选择的是当一个善良的人，并且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究竟呢，我们如果想要身为一个真正的君子，究竟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跟认知呢？也就是后学今天要跟各位浅浅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学第一里面有提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呢这句话的翻译是说，曾子说我每天呢就会反省自己呢，我帮别人做事情有没有尽心尽力？跟朋友往来有没有信守承诺？最后呢，从老师那边学到的道理，我究竟有没有把它印证练习？后学认为，后学非常喜欢《论语》，因为它里面很多几乎都是跟我们生活非常贴切的。就像曾子这一段话，我们白天就是在上班嘛，那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有没有尽到就是为人员工的责任？我有没有把老板交办给我的事情尽心尽力的做好？再来呢，我跟朋友往来，我有没有做到信守承诺？我跟朋友有没有以诚相待？最后呢，在老师那边学到的道理有没有反复练习？当然，如果对于学生来讲的话，就是回家之后要复习功课嘛。可是，那我们如果今天，我已经没有在上学了，我们要怎么样来
来讲这一段呢？其实后学的认知就是，当我今天已经脱离学校了，我们会在职场上面会去上课，可能就是一些在职教育。那对于我们在道场，后学会认为，我们如果来道场听道理，那我们觉得后学认为，我觉得很受用的一句话，我有没有真的把它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今天来听道理，听完就觉得说，哦，讲师讲得好好哦，可是我一样都不想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失去了我们听道理，或者是我们来道场学习的真正的用意。那这里呢，或许要分享一个赵盖的故事。赵盖呢，就是他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呢称他为德性高尚。为什么这样称赞他呢？大家不要以为欧阳修跟赵盖是好朋友，其实赵盖呢跟欧阳修在官场，他们并不是好朋友。可以说的是，应该是我们都知道，在学校大家都会分这里一群，即便是同一班嘛，那个性比较合的还是会就是成群结队。那官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赵盖呢跟欧阳修他们并不是同一群的人。那欧阳修呢还曾经以赵盖这个人没有文采呢将他贬官，直到有一次呢，欧阳修他被污蔑，官场上面就是这样嘛，就是有时候呢会因为一些利益关系，所以被诬陷。那这一次呢，就换欧阳修被污蔑，皇上非常的生气。而在当时呢，没有人敢帮欧阳修讲话，结果只有赵盖呢上书皇上说，跟皇上说，皇上不要误听谗言。这时候就有人问赵盖说，赵盖啊，你跟欧阳修又不好，干嘛帮他讲话？赵盖就回答他说，以私废公，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用私人的恩怨，然后来工作上面的话，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也因为赵盖这样的行为呢，所以让欧阳修对他非常的称赞。而赵盖自己本身的克己修身的功夫呢，他是做了他就准备了2个瓶子，然后准备了黄豆跟黑豆。他发现如果他起了恶念或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他就会投黑色的豆子；那起了善念或者是做了好事，他就会投黄豆。刚开始的时候啊，常常就是黑豆比较多。后来赵盖呢，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其实你2个瓶子放在前面，怎么样投的哪一种豆子投的多，其实非常的明显。如果黑色投的多的时候，赵盖他就会去反省自己，说，我就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时时反省自己，那逐渐的就反转了他黑豆比较多的状况，变成瓶子里面的黄豆逐渐变多。所以反省呢，可以让我们就是改恶存善，越来越好。道德经的33章也有说到，知人者智，智之者明。他大概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其实我们要能够看透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已经不是很简单了。这个需要时间的累积，才会能够看清一个人嘛。可是知人者智这样的境界呢，还不是最高明的。最高的是自知者，自知者就是懂自己，了解自己。其实我们常常不是很了解自己，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很常小看自己，就是说前要交办事情，对我们就说不要啦，这个我可能不行哦，可不可以请重辉？他可能做的比较好，然后呢就把这样的事情呢推出去了。那我们也很容易原谅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的缺点合理化。就像后学呢，有时候呢就很常跟自己的室友吵架。那在吵架的当下呢，常常想的就是他有哪里呢做的多不好，我呢就是尽心尽力，他呢好比这么说，我们有一些习惯不太一样。那就像后学呢，就有一个怪癖，后学就觉得呢，我那个沐浴乳呢跟什么，反正只要是清洁用品的东西呢，都不能够放在浴室的地板，这会让后学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可是有一次后学就发现自己的室友呢，把那个沐浴用品呢放在地上，当场呢就大发脾气。后来呢，就是生完气之后呢，就默默的想说，其实我好像常常
就是把自己的喜好呢投射在别人的身上，常常觉得我觉得这样是对的，那别人也应该要这样做才是对的。那因为就是幸好呢有在道场学习了，所以呢后学跟室友的口角呢就还是会有，但是呢有时候吵完架之后就会去反省自己说，我刚才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讲话，或者是不应该这样做。那美国的开国先驱班杰明·富兰克林也有说过，犯过的是人，悔过的是神，过而不改的是魔。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呢，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呢，自己就没有办法进步。就像后学很佩服我们单位一心单位的秀英副领人，因为后学有一次好像在佛堂，然后有某一个刚好在跟副领人聊天，然后就有一个前线过来，好像不知道在跟副领人讲什么，有一些活动办的不是很圆满，哪里还可以更好，做的怎么样？其实这个活动呢，主要也不是副领任负责的，可是呢，副领任就会马上说，哎呀，真的是很抱歉，是后学不足，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可能还有更好的空间啊，是后学的过失。那后学当下呢，就觉得说，如果我自己也可以像副领任有这样的德性吗？还是他的副领任的胸怀的话，甚至是如果很多人都可以保持着这样的心，其实社会上会少了很多纷争。因为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假设后学是副领任，然后那个前来跟后学讲的话，应该会说，前贤慈悲，这个应该不是后学办的，这应该是重回领任哦。你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应该要去跟领任讲。对，后学就没有那个胸怀，能够像副领任一样，就马上承担错误，就说好抱歉，是我们没有做好，下一次呢一定会再改进。所以后学认为，透过一件事情呢，来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想，在这件事情里面我要怎么做可以更好。如此呢，就是不断的去练习呢，想不进步都很困难。那后学呢，在练习就是反省这一部分的话，后学的方法就比较阳春。不过后学会趁晚上的时候，然后呢，看我们要准备自己一本小笔记本，或者是我可以记在手机。然后我们面对自己的脾气毛病，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其实自己最清楚。也许别人跟我们讲的时候，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的令人开心，可是如果我自己想的话，大概就不会那么难受。那后学呢，就会把自己的缺点呢，如数的写下来，写在本子上面，不断的去看，我有没有落高没有写到的，然后呢，一项一项的去把它列出来。那当我们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其实后学认为，来道场修行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听到很棒的东西回去之后去做练习。唯有我们去练习，才可以发现就是自己还有哪里可以调整的更好。好比后学觉得自己的脾气很差，那我可能就是常常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别人做的事情不合我的意，或者是没有照着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去做，所以我就起了那个嗔恨心。那以前呢，就会任由这样的情绪去发泄，就觉得说，谁叫你要就不跟我，就是我说的你都没有跟我做，我说的你都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以前后学就会任由这样的情绪不断的去发泄，可是后学现在会去提醒自己说，当我觉察到我好像又开始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灌在别人身上，或者是当别人做的不符合我的意思的时候，我究竟要怎么样去面对？那现在因为透过不断的反复练习呢，有渐渐的开始呢，从黑与白呢多了一些灰色的地带。那这样子的这个灰色地带就变成自己是可以容许，原本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让它去发生。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想太多了，才会感觉很严重。但是当我们退一步或者是转个念的时候，会发现啊，它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第二段是指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句话的翻译是说，君子呢，如果妄自菲薄，
然后没有庄重的话，没有威仪，别人也不会尊敬，那所学的也就不会坚持。所谓坚持，就是因为没有知行合一，所以没有办法深入。那做人做事必须要忠心而诚信，没有朋友不如自己。有了过失，不要怕难而不改。这句话后学呢是，后学在找资料的时候有发现，针对无有不如己者这一句话呢，网络上呢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一种的话是说，我不想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不结交跟自己不合的朋友。第二种是没有朋友不如自己。那以后学的想法呢，后学会比较倾向于说，我们如果对方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后学就会想要，当他发现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的时候，后学就会想要鼓励他，然后帮助他改正，帮助朋友，然后让朋友也跟自己一样，可以在人生很多的事情里面去学习成长。那后学呢会觉得，以前呢后学都不太敢助自己的朋友来求道，因为就觉得说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但这几年呢，渐渐的发现就是能够修行，还有能够学习道场的这一些很多的理念跟想法呢，确实会大大的帮助自己人生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后学就会当朋友如果找后学聊天的时候，后学一听到他们如果有时候会抱怨家庭啊，或者是抱怨人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以前后学都会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啊，就会说对啊，他怎么这个样子，真的很可恶那现在后学就会先听他讲完之后，然后会鼓励他说，我觉得人生如果能够修行的话，对自己会有很多的帮助。那后学就会跟他介绍自己平常静心的方法。后学会觉得说，孔子在这一段里面呢，以前后学读国中的时候，确实我们读的无有不如己者这一句话，就是不要去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可是后学现在就会去想说，什么才是不如自己的朋友？后来想一想，好像也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的时候，后学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没有朋友不如自己。那后学就会希望自己的朋友、自己身边周遭的人都可以因为呢有道，或者是他们有机会接近道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好，那无有不如己者的精神呢，后学认为呢，它可以延伸到就是卫灵公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呢不会因为这一个人的言行呢有讲过一两句好话，就随随便便的去举用他，也不会因为呢自己不喜欢这一个人，就觉得他连他说有道理的话也会一概的抹杀。后学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的感慨，因为后学就是那一种，我可能就是因为跟某人比较好，那我就会觉得说讲的话呢都很有道理，然后呢跟某些人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讲的不管讲什么话，后学都听不下去。那也因为就是有论语这一些话呢，就是会一直不断的让后学去省思自己平常的言行举止究竟是不是符合的。那孔子这边还有提到，就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忧妇人。其实孔子在这后学选的这几段里面呢，他大概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去跟朋友相处。论语很棒的地方是后学认为他会针对家庭、朋友甚至职场很多的东西，然后来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交朋友，或者是怎么跟朋友相处。那这一段呢，君子以文会友，以忧妇人的话，就是说君子呢，他就是用古圣先贤的文章典籍呢，来作为跟朋友会面时讨论的话题。那借着呢跟朋友的相处呢，来增进仁德。什么叫辅仁呢？辅仁的意思就是辅助呢增进仁德的修养，意思就是说我们跟朋友的切磋琢磨啊。当然，它是要借由前面我们去讨论这些古圣先贤的典籍。那后学就有反省自己